哇！大家睇下人龍排到街尾，原來華人喺墨西哥發達就係咁簡單。我今日終於見識到咩係數錢數到手軟。Muy bueno。你睇呢位姐姐眼神幾堅定，冇嘢可以阻擋到佢對中華美食嘅愛。冇錯，大家想喺墨西哥發達就開中華美食吃到飽，位位6蚊美金，墨西哥人就可以做2個鐘秦始皇，沉醉喺美酒同美食之中。烤香蕉、春卷、薯仔、肉、炒飯、炒麵、啫喱，每樣都係墨西哥人嘅最愛。大家睇下呢位口罩姐姐，佢同我講佢每星期嚟3次，我實在太感謝你對中華文化嘅熱愛啦。再睇下呢位蝦條哥，淨係將啲蝦筆出嚟，但係動作咁慢，一睇就知冇經歷過真正自助餐嘅考驗。披薩配炒飯，生活不用煩，一睇就知佢係墨西哥嘅歌中之歌。¿Cuál es la más deliciosa comida chinos? Sushi。見呢位姐姐咁有江湖味，眼神又咁堅定，我都唔敢去糾正佢啊！誒，難道呢個就係傳說中嘅中華壽司？太漂亮啦！最後想同大家講，好多墨西哥靚女都中意食呢味嘢，各位亞洲型男識做啦！